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南投德山的富州社区，种真济木果柑。因为气候的关系，讲落果是真严重。产期伫12月底，即卖已经落1/3。农民讲，这是一年一收的水果，是一年当全部的心血。即届农损阁无补助，就亲像是孤儿共款。店长陈东无讲，而且专家到果园去勘察，教导农民防治落果的方式，把这损失降到上低。这个裂开了裂果的，富州里有一个农友种木果，总共有50公顷。最近有农友反映讲，因为气候关系落不了去，农友真无奈。木果班的这班员有反映讲，最近落果真严重，所以我甲咱农经科长来到现场看嘛啦，有这种情形，确实有影超过3成有这种落果的这情形哦。木果是一年一收，收成产期是伫12月底，咱看到画面中涂骹拢都是农友的心血，农友感觉真可惜，希望公所会使辅导农友甲捡起来做分类、做假数，还是生活种。很担心说后面有气候变化在裂果。那我们不知道最后结余的会有多少可以让我们收成，应该是今年严重，应该影响很大。然后价格如果又不高，我们一年的收成就是看这一次，也许就损失就很大了。农业希望透过公所会当安排专家到园区实际跟指导，看变到防治落果的问题。